咱各地莲友哈，台湾的这信徒，咱大家搞早，大家好，阿弥陀佛。今日利用咱在世时间，赶紧甲恁在座各位介绍一张，利用这个短短期间呢，讲我的心声就对。师父对这张的看法，我提供予恁做参考。佛一直要求，凡是要修行人，一定要持戒。持戒是什么意思？都是心口意爱清净嘛。持戒主要就是讲要戒咱自己，唔是要去戒别人啊。戒就是一种约束，一种规矩。各位国家社会。一定要有一个法律嘛，这就是戒啊！大家要遵守，社会才袂混乱。各位，这持戒，咱若持戒持又好，各位会记得迄恁命中袂颠倒。所以持戒是真重要，但是伊的秘诀伫倒，上要紧的要领伫倒，就是真实不虚。我是真真正正实实在在，我无虚伪，人前人后啦。我就是做代志安尼，讲话内外一如啊，我袂去欺骗，袂去隐瞒，袂去暗藏，我实实在在，这就是持戒重点嘛。持戒精神伫这个所在，念佛的秘诀伫倒，就是信愿坚定。咱一般人拢唔知影，念佛是在这世代人中间，对咱啊每一个凡夫众生上大的帮助，带来上大的保障，都是这个念佛。为什么？因为念佛是要靠佛啦，我要靠这尊佛就对。这尊佛有够慈悲的，大愿大力。伊就是一味成就了的名号，你只要清念，我拢无其他附带要求，无有其他的条件，你只要念，我都求你安尼就对。这就是这尊佛伊发的真彻底、真究竟、足圆满的誓愿伫这个所在。所以咱一般唔知影，原来咱念这个名号就是要靠这尊佛。所以你要相信，我相信我念佛就是一定要救我，这是佛祖伊发的愿嘛。伊对咱众生的承诺，你只要有念佛就好，你心清净垃圾，无要紧。你是一个高级的人，还是一个真肤浅、真低落、真平凡的人，无要紧，伊袂甲你分辨。不管你是出家在家，无要紧。你是真巧的人，也是讲你是一个真动工、真含慢的人，佛祖讲无要紧，你唔免烦恼。你是善者，也是讲你是有钱的人。无要紧，你拢唔免去分辨，你只要相信，各位知无？包括地狱的众生、恶鬼的众生，念一句佛，佛都袂放弃，照常甲伊救度。所以伊的秘诀伫倒，念佛怎样会当满你的愿，脱离开这个六道轮回，唔免过生死来受苦。伫倒都是这信，你要相信，我若念佛，佛袂放杀我。佛一定要救度我，这个心要坚定。你愿意，这个愿是人，我愿意要去西方就对。不但咱外表嘴安尼直念、直修就对，上重要是内心内底，我绝对在最后，我一口气无法度来的时阵，我一定要来去西方，无第二个选择。这个真坚定，就是信愿，这都是咱念佛的要领重点伫遮。你有信，你有愿意要去，安尼你真坚定来念佛，好。各位，你这世代人记得啦，方法的秘诀伫倒，你要讲经度众，要将佛法甲宣扬，要来救度众生，这个方法的秘诀伫倒，都是爱慈悲结缘，你的心爱柔软，真善良，接所有苦害众生，咱要安怎如何甲引带，互伊会当赶紧来接受、来相信，因为世间人拢为着名呀，为着利呀，为着地位啊，为着财产啊，安尼拼生拼死哦，安尼计较冲突咯，冤家相拍，各位，你看为着得袂着，开始心吼袂清净，伊就要麻醉啊，食毒啦，啉酒啦。到处安尼一把练堂安尼来伫舞安尼，各位为什么？因为烦恼袂断啊，烦恼伫倒来，你贪的时阵得袂着啊，所以你就不得手段，想尽办法，就甲别人会冲突、会计较，所以咱的内心永远袂清净，烦恼袂断。咱吼要方法的人，你一定要自卑，都要同情这人、可怜这人，做咧恶的因，一定要受恶的果嘛，绝对爱个对路，一定个受苦。这受苦的期间偌久呢？各位是生生世世累劫就对啦，有够长的时间，伫地狱、伫恶鬼、伫众生安尼来转世，来伫轮回就对。所以你看，咱来甲同情，要安怎用慈悲的心就对，慈就是互众生快乐。
悲就是要安怎斩断伊的痛苦，这自悲。既然你要度伊，你先爱甲既然主动爱热情来替伊的立场，甲考虑受伊的需要，赶紧来甲帮忙。各位，方法的秘诀伫遮，人我的秘诀伫倒？咱人活伫这个人世间有苦啊无？啊苦伫倒？你讲这是我的，啊对方就讲这是伊的。各位，你看，我的，啊你的，啊逐工安尼伫冲突。譬如一点啊，互占一点啊便宜，咱就挡袂牢就对啦。所以咱的心胸啊、心量是有够刻的就对。佛祖生生世世为着要成就这个佛道，伊甲众生安尼讲：我在世间的当中，为着要互众生会当饱足啦，莫腰肌失当。结果伊讲：你若要食肉，来，我先互你挂。所以。伊安尼无量劫来，拢先牺牲伊家己本身身躯的肉呢，互众生来使用。伊一点仔嘛袂怨恨，一点仔嘛袂去讲苛刻，一点仔嘛袂去报复。原因伫倒，因为伊要互众生幸福啊！看到众生安尼苦难，伊不忍心，伊的内心内底袂平静，一直要互你幸福甲快乐。这是佛伊的北长就对。所以咱就知影，佛是拢袂甲人计较，袂甲人冲突，袂去结恶缘。咱现在人呢，无共款啊！你甲我占煞便宜，讲话甲我糟蹋一个，甲我表示我挡袂牢啊！我无论安怎都要甲你冲突，甲你计较，找你麻烦就对。所以人甲我的秘诀，要安怎相处会愉快，要安怎得到幸福甲快乐，你都爱认定讲是你对，我唔对安尼。你对啦，你对，我唔对安尼。安尼咱就量一步，你若退一步想的时阵，各位代志都解决啦。人袂甲你擦擦机明，袂安尼到处为着小可代志斤斤计较。伊就袂啊，所以咱各位爱知影，原来你要甲别人相处，要会当结好缘，大家彼此心连心，要安怎如何发挥一个单位的力量，社会要安怎会当稳定和谐。各位，这别人甲我中间的相处，都是爱讲你对，我唔对，无要紧。我互你批一点啊，无要紧啊。咱修行人的北长啊，一定要开阔，心胸一定要真大。安尼无形中会当包容人，会当尊重别人。安尼别人袂甲你结恶缘，自然你减少一个敌人，加一个朋友。安尼你伫社会上过的日子，袂安尼搭搭磕磕啦。袂安尼心改绕啦，你会感觉看啥拢顺眼，你的日子过得很惬意，真欢喜，真满足。所以各位，你一定要知影这个道理，这就是咱修行的方法，对不对？今仔日借这机会，向咱所有各地人友来介绍，希望透过这场，咱大家对做人方面，咱爱自我有一个约束，一个要求，安尼日子就过得足幸福的。各位好，阿弥陀佛。